弟兄姐妹平安。星期三信息题目：爱我的神。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6 lagu 2 saka 5 tusir Matia pi ditemuh nu kapah fainayan ji fafahi tu dimercetan kain ucaji fafahi di suananku mi patirengai mi sanga di suanan Matia nika ulah no falo hai fainai tu falo hai fafahi ningra ku nika ulah no kawas isu i di suanan 正像青年男女迎娶少女，那建造你的要娶你，正像新郎喜爱他的新娘，你的上帝也喜爱你。神喜悦你，像新郎喜悦新妇。神是天上的新郎，我们是他所爱的人，是他所喜悦的新妇。如果我们对神的话只有相信，知道我被我的神所爱，我是神的爱人，神的新妇，这样呢，我就能在与神的关系里面欢喜快乐，我就可想亲近神，享受神的爱，神的同在。这种了解还有经历会带来深刻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我知道其实我在软弱、生病、痛苦、被人误会里面，仍然有一位深深爱我的神要得着我，要赐恩典和力量给我。我们不需要改变神的看法、神的观念来爱我们、喜悦我们。我们可以真正深刻的知道神热切的爱我们，他喜爱并渴望得着我们，即使我们很努力的在他里面追求长大成熟，与他更亲近，想要与神更亲密，当然必须看见神，听见神，与神有真实的同在，与神有真实的寻求他的面。但我们必须了解，与神同在并不是做操练，就好像读圣经、唱诗歌、祷告等等，有的人连这些最基本的属灵操练都没有，有的人虽然有些属灵操练，但并没有进入跟神有一个很真实亲密的关系。有一位弟兄开始察觉到自己落入枯干的光景，就是与神越来越远。同时呢，他也觉得其实自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固定读经和祷告，于是呢，他就重新下定决心，每天都要提早到办公室，用一段的时间进到父神面前读神的话。第一天到了办公室，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桌上，他的桌上散布了东西很多，表示说那天上班需要处理的工作，但他用最大的力气把它撇在一旁，就是好好的坐下来，打开圣经开始读，然后在心中默念了其他的圣经文，像是在做祷告。他尽本分的祷告，也花时间读圣经。然而他很清楚，他心中的枯干的感觉
丝毫没有减轻。事实上，他觉得可能比刚到办公室的时候更枯干了一点。他决定换个地方来补救这个问题。他把经文再读一遍，这次用更慢的速度读圣经，而且在念每一句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但这一回他总算一口气把一章圣经读完，但是他的灵性枯干的情形跟刚来的时候是一样的。他承认这一点之后，他又从头把这个圣经读一遍。或许自己遗漏掉什么能够激发能量的重要的真理，才读了3句，就感到一个很烦人的感觉浮现在头脑。过一会儿，他感觉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话，他听到有声音，把书放下，跟我说话，把书放下，跟我说话。那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时刻，神呼召他与他面对面交通。于是这位弟兄就把圣经放下，开始有点安静，直到灵里与神面对面，他才觉得很舒服。我们所认为好基督徒的任何一项灵修生活操练，这是好的，久了都可能变成一个表象，这是很危险的。基督徒的生命最要紧的事是先来寻求神自己，与神有亲密的相交，得着神丰富荣耀的同在，然后学习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与神亲密的连结，照主耶稣所行的去行，或你知道的神的命令，像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而且不靠自己的力量服侍，乃是要源源不绝的要从神来支取神的大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是天上的新郎，你是我们所爱的那一位，你也很爱我们，正像新郎喜爱他的新娘。我们的上帝最喜爱我们，神要我们成为神的爱人，而且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做工的爱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爱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侍奉。我们不是一个挣扎着要爱神的仆人，相反的，我们是神的爱人。我们是因着爱神而工作而侍奉，帮助我们每天的日子与主常常连结，常常感受到神的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